以赛亚书第6章，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。乌西亚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灯泡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塞拉弗天使徛伫树后，每一个有6只翅，2只遮面，2只遮骹，2只做翅膀，因彼此呼应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口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拽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灾祸，我灭亡啦！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搁住伫喙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然后有一个塞拉弗爬我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炭对祭坛顶抹一块热热的炭，将炭捂我的喙唇，讲：呾，一个捂着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，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伊阁讲：你去甲即个子民讲，恁听阁听，毋过袂明白；恁看阁看，毋过袂了解。你着互即个子民的心钝，耳孔重，目睭花，才免因目睭看见，耳仔听见，心明白，活倒转来得到医治。我就讲：主啊，着偌久？伊应：着到城市荒废，无人住，厝无人徛，土地彻底趴荒，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刷去到遥远的所在，境内真侪土地受气煞，连迄所在所剩的1/10的人嘛袂阁受毁灭。但是，亲像绿树、橡树，虽然互人插起来，毋过树头还留着，迄个树头是圣的族类。